你知唔知啊？揀頭像其實都有啲小講究㗎。原則上，你當然可以揀任何你中意嘅圖片嚟展現個性。但如果讓我嚟選，我會咁樣做。注意呢隻係我個人嘅選擇心得。首先，我會避免一啲圖片，比如兇猛嘅野獸、毒蟲、黑白色嘅人像相、各種刀劍武器，只露出半邊面嘅自拍或者他人影嘅相都唔好。仲有好多人嘅大合影，背景好亂好雜嘅自拍，或者睇落好高好險嘅風景相，最好都唔好用。其次呢，我會盡量挑選嗰啲畫面乾淨、光線明亮、溫暖嘅相。呢度有幾個小秘訣，話俾你知。做生意想旺財嘅朋友可以用你同產品嘅合照，或者面前有食物嘅相。要考試或者想升職嘅朋友，用認真睇書嘅圖片就好好。想要健康平安，一棵茂盛嘅大樹就係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實在唔知用咩，咁就學我一樣啦，揾個光線明亮、背景簡潔嘅地方，打開手機攝像頭，露出你嘅全臉同燦爛笑容，直接影一張就得啦，簡單又好運。